自2025年8月初7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主自有处置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撒母耳记上卷26章第1到25节。现代第一版圣经撒母耳记上卷第26章。西弗人过去基比亚甲扫罗报告讲，大卫秘伫约书文东边的哈基拉山。扫罗就起来，带以色列中特选的兵3000，落去西弗的旷野，要找大卫。扫罗伫约书文东边的哈基拉山路边扎营，大卫踮伫旷野，听到扫罗来旷野要对入伊，就找几若个侦探去探，才知扫罗真正来啦。大卫就出发去扫罗扎营的所在，看到扫罗甲尼尼的囝元帅押尼尼困的所在。扫罗困伫军营的中央，部队伫伊的周围扎营。大卫对迄人阿希米勒甲塞罗亚的囝约押的兄弟阿比斯讲：啥人要甲我落去扫罗的营内？阿比斯讲：我甲你落去。大卫甲阿比斯透面到部队遐，看到扫罗伫军营的中央得困，伊的枪伫头壳边，插伫涂骹。押尼尼甲军兵困伫伊的周围。阿比斯对大卫讲：今日上帝将你的对敌交伫你的手，请准我用枪甲伊插头价，钉伫涂骹一个就好，免插两下。大卫甲阿比斯讲：毋通甲伊杀死。啥人伤害上主所选立的王，搁话当无罪。大卫搁讲：我记永活的上主咒詛，上主会甲伊拍死。若毋是死期到死去，就是伫战场战死。我绝对毋敢下手拍上主选立的王，干那摕伊头壳边的枪甲水盘，咱就走。大卫就去摕扫罗头壳边的枪甲水盘，两人离开，无人看到，无人知，嘛无人醒，因拢得困，因为上主互因困冬眠。后来，大卫过去另外迄边，徛伫山顶，甲因相离不知远。大卫对军队甲尼尼的囝押尼尼话讲：押尼尼啊，你有听到无？你若毋应？押尼尼讲：你是啥人？敢甲王吵醒？大卫对押尼尼讲：你敢毋是以色列中上强的勇士？是安怎你无保护你的主、你的王？拄则有一个兵仔入去要害你的王、你的主，你无尽责任。我记永活的上主咒詛，恁拢该死，因为无保护恁的主，就是上主所选立的王。你看觅咧，王头壳边的枪甲水盘伫倒位？扫罗认出是大卫的声，就讲：我的囝大卫是你哦。大卫讲：王，我的主啊，是我。伊阁讲：我的主是安怎地对入你的奴仆？我有做甚物？我有做甚物歹？王，我的主啊，求你听奴仆的话。若是上主激动你攻击我，愿意欢喜接受我献的祭。若是人甲你使弄，原因受上主咒诅，因为因今仔日甲我赶出上主应允的土地，害我着去服侍别个神明。求你毋通互我死伫外国，离开上主面前。以色列王哪着出来找一只家走，哪着伫山林亲像得入一只野鸟。扫罗应讲：我毋对，我的囝大卫
你通倒来，我袂阁害你，因为今仔日你有看中我的性命，我实在真糊涂，犯遮尔大的错误。大比讲，王啊，你的枪伫遮，请叫一个部下过来举转去。上主为照逐个人的正义信息，甲伊报答。今仔日上主有将你交伫我的手，毋过我无出手伤害上主选立的王。我今仔日看重你的性命，愿上主嘛安尼看重我的性命，救我脱离所有的患难。扫罗甲大比讲：我的囝大比，愿你得到上帝的祝福，你会做大代志，所做一定会成功。大比就离开，扫罗嘛转去伊住的所在。上主自有处置。俗语讲，有人的所在就有问题。咱也常常听到，教会是罪人自责的所在。有牧者因为受伤害离开牧职，有信徒因为受伤害离开教会。有频繁更换教会的牧者，也有频繁更换牧者的教会，阁有频繁更换教会的信徒。有牧者退休了，却毋愿离开最后牧养的教会；有长老退任了，却还想要干涉教会的决策。教会内有个性偏执的人，常常用拆教会为名，实质伤害教会。教会是社会的缩影，教会问题常常也反映社会的。有人因为这场霸凌轻生，有真侪这场常常看见老鸟在欺负菜鸟，对同事升迁分外目孔赤。社会各领域常常有人为着地位，私利彼此猜忌、明争暗斗，教会也无例外。这问题拢是源自人心内的妒忌、偏执、毋愿放下的心理作祟。扫罗追杀大比，起因伫对大比的嫉妒。当伊听到妇女歌颂扫罗杀死千千，大比杀死万万，就愤恨嫉妒大比。扫罗深惊大比抢走家己的王位，就想方设法要置大比于死地。总是面对扫罗的追杀，大比袂捌回击。大比深知扫罗的王位是上主所竞选设立，伊因为尊重上主，所以也敬重扫罗。就算受追杀途中，大比本有机会一刀互扫罗毙命，但是大比选择放过扫罗一命。扫罗对大比用好报歹的行为，本该感念伊心，无拍算伊的心思偏执，毋肯放下。当有人来向伊透露大比行踪的时，伊连伊搁带以色列3000精兵去追杀大比。大比得知扫罗的军队占领的所在，也找到扫罗得困的地方，就和阿比斯趁众人困冬眠的时，进入扫罗的营房。迄时，因看见扫罗的枪就插伫头壳边的涂骹，大比只要甲枪背起来，就通轻易刺透扫罗的头，互伊现死。毋过，大比简单取走扫罗的枪和水盘，搁再饶扫罗一命。大比毋但家己毋杀扫罗，也禁止阿比斯杀伊。大比对阿比斯讲：毋通甲伊杀死，啥人伤害上主所选立的王，阁会当无罪咧？佮讲上主会甲伊拍死，
若毋是死期到死去，就是伫战场战死。亲像扫罗无应该为妇女挂上大笔能力比伊较强的妒忌，追杀大笔。牧者也是教会同工，也无应该因为妒忌彼此同工。各行各业的职场工作者需要谦卑，彼此尊重，互相鼓励甲扶持。无论政治领袖、职场主管，也是教牧同工，人拢无需要去攻击、批评对方，因为一个人无论好歹，上主有伊家己处置的方式。默想，对遐个经常找芳攻击、伤害咱的人，咱应该学习代笔放手，互上主去处置因。对遐个经常找芳攻击、伤害咱的人，咱应该学习代笔放手，互上主去处置因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求你帮助我，会当用听做首要，甲众人和睦同工。求你予我愿意放下自尊偏执，用你的心为念，相信凡事有你家己的念理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